除。令是安乐的至菩提。我终未愿成佛。在我释迦法中，是调伏刚强众生，是度脱疾苦厄趣，首推我大愿的藏菩萨。后学听说地藏王菩萨只度地狱众生，有这话吗？帝王在本愿经中，佛说是地藏菩萨于言菩提有大因缘，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百千劫中说不能尽。在占察经中，佛更十分明显的宣说，的藏菩萨发心以来，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久已能度萨婆苦海，功德满足，但依本愿自在力故，引示十方。虽复普游一切沙土，常起功业，而于五浊恶世化一偏后，在思会中深相端严，威德殊胜，唯除如来无能过者。又于此世界所有化业，唯除遍及观世音等诸大菩萨皆不能及。以是菩萨本愿势力，速速众生一切所求，能具众生一切重罪，除诸障碍，现得安稳。世人以为无佛只度地狱众生，而无关人道的话，岂非是大大误会吗？经云：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就果故要，就因更急。人道众生造12罪业的因，来生极的堕的欲的果。无佛的藏对那已经堕地狱的尚且未知就拔，何况对这位堕的呢？